是在地新闻，在地人在地情，来到南投日月潭的水社码头，有一丛70年的凤凰树是当地地标。也毋过最近老树丛破病了，村民是要求到专家学者甲树医生全力抢救老树。 日月潭水社码头有一丛大约70年历史的凤凰树，是当地一个地标。不过最近居民发现树啊可能破病啊。据我所知的话，这个凤凰树最起码有60几年以上的历史了。那这个最近的话，发现这个凤凰树的这个树头有腐蚀的现况哈。地方赶紧通报，找专家学者佮有树医生来会勘。经过初步诊断，树头可能有感染，而且内底已经生虫。可能初判好是有一些褐梗病的一些病症，我们还要再看一下拟定短期、中期跟长期跟一个永续性的这个整治计划。这丛树啊，甲地方的居民做伙经过921，大家都对伊有真深的感情，希望会当甲树啊医好。希望可以把这个救树的行动，让我们这棵大树呢可以继续永续永存下去。加在有良早发现，台大树木医学研究中心表示，会进一步来确定病因，来分阶段做治疗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